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阿 K，歡迎翻嚟我嘅理財頻道。今日咧就想同大家分享，我近來留意到兩個好真實、好貼地，好多香港人聽完都會心一動嘅故事。一個係44歲中產喺中環返工，每日一杯55蚊咖啡，直到被裁員，先第一次計數啦，發現自己每個月呼吸費需要5萬蚊。另一個係香港月入3萬嘅打工仔，話自己生活質素居然輸俾廣州月入1.5萬人仔嘅表哥。今日我唔講投資策略，唔講個股分析，想用最簡單最貼地嘅方式同你哋分享我睇完呢兩篇文嘅真實感受。如果你都係30歲、40歲，每日返工啦、供樓、捱世界，呢條片你一定要聽到最後。大家對內容有任何意見都歡迎留言同我分享。入主題之前，記得幫我按讚、訂閱頻道同埋開啟通知，咁樣就唔會錯過我每個星期六嘅最新投資分享。如果大家需要開設證券戶口，可以參考下方資訊欄嘅資料。另外，我亦都喺另一個平台設有付費會員頻道，主要分享我個人嘅實際操作同投資心得。相關嘅資料同樣放喺資訊欄，價錢只係一杯咖啡左右，希望可以得到大家支持。好啦，我哋正式開始。我先講第一個故事。網上呢篇文一出，相信好多人都睇到眼濕濕。主角44歲，以前呢喺中環返工，從來都唔會認真計開支嘅，直到收到大信封被裁員，佢先打開 Excel， 第一次認真問自己一個月要使幾多錢先可以維持基本生活。計完之後，佢自己都嚇親，原來喺香港做一個暫時失業嘅中產，入場費係需要5萬蚊。佢將呢啲叫做中產呼吸費，即係咩都唔做，淨係要生存嘅開支，供樓、管理費、差餉、地租，一開眼未計水電網已經3萬幾，跟住呢，車位租金、保險、牌費、維修，就算唔返工都唔捨得買車，因為佢覺得賣車就等於承認自己跌出中產。家用照俾8000，因為唔敢同老人家講被炒，怕佢哋擔心。以前公司會包醫保，而家要自己頂啦，一家大細4000幾，食飯已經盡量慳，唔出街，但係超市加價，兩個人最慳都要6000嘅，全部加埋接近5萬。呢啲錢唔係用嚟玩，用嚟買衫，用嚟旅行，純粹係唔好斷氣。佢話以前月入7-8萬，覺得自己好穩陣，有少少自我膨脹，之後先發現啦，自己嘅儲蓄只足夠呼吸唔足2年。最令我心痛嘅一句係，當去到超市見到過期特價貨品少於井號0.2井號大於，居然會停低猶豫唔敢買，呢種心理落差比被公司人事部叫入房講裁員嗰一刻更加凍㗎啦。呢個故事唔係賣慘，相反係好赤裸咁講一件事。我哋好多人努力10幾年，上到所謂中產，有樓有車有收入，但原來只要一紙裁員大信封就可以輕易打返落原點。當我哋以為擁有資產，其實好多隻係固定支出，其實只係現金流一斷嘅，我哋就會變成窒息嘅呼吸族。講完呢個沉重嘅故事，我再講第二個故事，對比會更加強烈。有位網民提出話自己係香港月入3萬，生活質素居然遠遠輸俾廣州月入1.5萬人仔嘅表哥。表哥住天河區700尺兩房，月供3000幾，管理費會所500蚊搞掂，去開窗見到公園，落街步行3分鐘就到。而香港呢邊月入3萬，住400尺納米樓，租金18000，已經佔咗主角大半收入，生活節奏更加係天與地。表哥老婆唔使返工，專心湊仔之餘，仲有時間學瑜伽。另外街市買菜好平，一家4口食飯，每日100蚊有搵，每月仲可以輕鬆儲5000。未來仲計劃買第2層樓。香港呢邊主角朝早6點起身 OT 到夜晚9點，返到屋企度唔想喐，每日3餐60-70蚊，租金開支一減啦，剩低嘅錢唔會多。
主角有時會慨嘆，金錢多唔等於過得好，有時住喺性價比高嘅地方，先係獲得真自由。當然啦，網上亦有唔同嘅聲音，有人話大陸揾一啲5萬難度好高，亦有人話香港醫療、教育、國際購買力始終有優勢，各有各好。但我想講嘅唔係邊度好過邊度，而係反映出一個好現實嘅問題。我哋喺香港賺所謂高薪，到底換取咗乜嘢？係生活質素，定係只係更高嘅開銷、更大嘅壓力同更加脆弱嘅現金流呢？睇完呢兩個故事，我其實有3句好想同觀眾朋友講嘅說話。第一句，收入高不等於財務安全。好多人誤以為人工高呢就等於穩陣，但其實支出跟住收入跳級，供樓、車、保險、生活水平一齊升。一旦收入中斷呢，原本嘅生活一觸即潰。真正嘅人身安全係你就算唔返工啦，都可以維持生活幾多年，而唔係你月薪有幾多個零。第二句，我哋好多人呢都活喺中產錯覺入邊，有樓、有車、有體面工作，每日飲一杯精品咖啡，唔代表我哋持有資產。好多隻係高開支生活模式，樓係負資產定資產，唔係睇市價，而係睇佢會唔會幫你穩定產生現金流。第三句，每一個人都應該寫一張屬於自己嘅呼吸清單。我哋唔需要等到失業先計算，而家呢就可以問一問自己，如果聽日開始冇收入，自己或者一家人每個月最低要使幾多？另外檢視自己手上依家嘅儲備可以撐幾多個月啦。A 少過6個月， B 62個月， C 3年， D 3年以上。如果你答案係 A 或者 B， 其實你幾高收入啦都有改善空間。今日影片內容只係想同大家傾偈。我自己做理財內容咁耐，一直都覺得理財唔係為咗變超級有錢，而係為咗唔好被生活逼到冇退路。無論你而家係中環飲緊55蚊 latte， 定係住細單位捱貴租，努力儲錢中，都希望大家今日聽完願意花10分鐘寫一寫屬於你嘅呼吸清單。因為最恐怖嘅唔係失業，而係失業嗰日你先第一次知道自己原來咁脆弱。最後呢，我想問大家，你覺得香港中產最大嘅安全感錯覺係咩？樓、揼個車咯，高收入，定係以為公司永遠需要你？又或者你都有屬於自己嘅呼吸清單故事？歡迎留言話我知道。如果大家身邊都有30幾、40幾歲，每日努力返工，但係從未計過開支嘅朋友，歡迎將呢條片分享俾佢，可能一句說話就可以令佢提早清醒。以上呢就係今日同大家分享嘅內容，今集到呢度為止，多謝大家收聽，我哋下一條影片再見。